42号演习，南部3县市拍头阵，透早10点至10点半实施交通管制，过程也真顺利。台北市文山区的警察半暝半对空中开枪，经过一台看起来怪怪的货车，后来驾驶毒品快胎是扬声欢迎。风台北海伫瓦近预计下晡2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6礼拜上届瓦近台湾，敢未发布入境，这是搁爱观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汉光42号演习，这城镇论成的部分呢，今日是南部3个县市拍头阵，透早10点至10点半，空军司令部是来发出国家级的警报，台南、高雄甲屏东是来实施交通管制，这过程还阁真算顺遂，也毋过嘛传出有民众无配合劝导的情形。长因第3届南部地区初7透早10点至10点半，拢咧实施2026城镇论成防空计划，配合国军汉光42号演习，时间一个到，空军司令部运用空中威胁系统发送国家级警报。副总统萧美琴和美国在台协会代表拢到高雄市现场，高雄针对大众运输和卖场避难做检验。演习的时有民众骑脚踏车，无闭去内面，嘛有车停在路边，警方甲民众劝导拢有改善，并无开发。在防法里面，未来所有的368个乡镇都要编成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协助这368个乡镇的应变中心处理一些重大事项。这回台南、高雄甲屏东同时间展开高规格演习，较特别的是，这回南部敢若实施防空疏散，并无实施网络降速，全面落实正式防护，过程敢若真的共款。台南市长会同中央指导官到新野火车站国小等所在指导观察，动员约3000人。这回头摆刷来透早演练，兼备2台空袭机，掌握整个状况。其实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执行。未来不管是天然灾害也好，或者是需要碰到了战争需要也好，那我们都有非常精实这个这个演练。南部防空演习圆满结束，这回透过跨单位动员和集兵演练，检验防空疏散和灾防救援机制。真正无法度暗算，可能会当透过平常时实际演习来训练大家应变变化的能力。万不幸，若真正当着，才通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到底是咧创啥呢？伫台北市的文山区警美派出所的这个警察，半暝半的时呢，是发现一架货车怪怪，哪驶哪食薰，而且车道嘛有载人。结果要去甲查的时呢，这对方拢无要配合，毒品快胎是扬声反应。这驾驶呢随车放咧安尼做移走，警察专对空中开2000架警告。远警依法核实无效，考量现场昏暗且恐危及人车安全，遂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通报线上警力展开围捕。最后，警方于文山区新德路一处楼梯间将邱贤查获，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经过约半点钟的追查，是伫个一搭公寓去查到这个市区的驾驶当场甲掠走上班，也若其他的人拢正正常，所以是无实施毒品快胎的。再来看新冠疫情期间呢，其实全世界拢真欠疫苗。迄当阵，这中华律师公会呢，一个姓陈的律师，甲一个姓李的中人，是甲这资济骗讲有材料通好买到 BNT 的疫苗，所以趁这个势，甲资济拐10亿6千万，而且呢，伊个开假的发票偷走税，甲现金换作是黄金。台中地检署是照诈欺等罪嫌来起诉17个人，也甲这个犯罪所得拢甲扣落来。调查人员找到乌色手罐包啊，也去扭开，内底拢是几大沓现金，行到另外一个房间，拍开稳重式收纳柜，内底毋但有保险箱，也阁摊满一沓1000块的纸票，甚至也阁有真侪金条，规个主体敢若变小金库。检调追查发现，5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全台湾疫苗大欠货，鸿海甲台积电等大型企业拢积极出钱采购，不过发现同款原来有购买的资济基金会管道甲另外2间无共。
最早发现是主席基金会起予疫苗订人诈骗，连中华律师公会前理事长信代的律师都牵涉这个案。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6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检调查出，信代律师向主席基金会假讲，姓李的查甫人是上海复兴公司大股东，鸿海甲台积电拢是透过伊协助采购疫苗，假讲买当协助主席基金会购买疫苗，要求比照鸿海台积电支付高额委托顾问费，购买500万剂 BNT 疫苗，各支付信代律师的公司10亿6000多万。信代律师则佫甲款项转回去个人抑个有关系企业的账户，分配提领现金以外，抑佫开无实在发票倒漏税，也甲购买差不多232公斤的黄金的方式，用来暗砍隐瞒犯罪所得。台中检方嘛依法起诉17个人，任诚信被告等17人所为，分别涉犯诈欺取财、业务侵占、逃漏税捐、填制不实会计凭证及巨额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主席基金会嘛发布声明，讲感觉遗憾甲痛心，除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甲调查，嘛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权益。因为主席基金会无调查权，若做这个案受委托采购疫苗公司的人员，经法院判决有罪，相关犯罪所得也会当依法发行予基金会，以保障权益。记者采访报道。经济消息来看，受美国主要指数受压的影响，咱台股早盘呢，虽然讲拄开始受起超过430点，也毋过后来开始反乌啊，是起无介遐济啊，大盘势面变甲真无稳定。台股盘中是安尼大震动，起起落落超过600点，靠台积电甲联发科咧强。也那下股呢嘛是同款有震动的，日经指数早盘是起超过300点，后来佫破超过1000点。也那韩股是伫咧平盘附近安尼震动，反映这市场对投资也是保守观望的状态。另外来看嘉义县梅山的这个元春製油厂，因为验到苦茶油苯变比超过标准，即嘛影响到在地其他卖这苦茶油的业者。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呢，就出面来驳回，因讲甲元春是无任何关系，而且3冬前就开始咧做这苯变比的检验。伫咧梅山这太平老街在地业者嘛讲，因所使用这个原料拢是家己所种，希望这消费者会当对因的苦茶油有信心。将烘好的苦茶籽倒入去油车内底，经过煎油过滤的过程，豆豆仔来收集蒸出来苦茶油。这是梅山乡大坪老家苦茶油的生产过程。业者讲，因的苦茶籽拢是在地种的，用传统的方式来煎油，虽然较慢，不过生产的过程拢看得到，民众会当放心。也有买的啦，自己种的没有那么多啦。对呀，他都是买我们当地的。对呀，对呀，对呀，这个都30、40都下来了，你看我们都有控制时间，一个人在那边顾，时间到我们就下来了。因为嘉义县梅山乡有这样工厂，互验出苯变比超标，检调单位来追查来源，梅山生产苦茶油的拢烦恼会受到影响。亲像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为着要保护商誉，伊就提出相关的资料，澄清因甲出问题的工厂无任何关系，而且强调为3冬前就家己咧做苯变比的检验。我们其实在3年前的时候，我们就配合去做一些检验跟自主的改善，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改善一些设备啦，改善一些检验报告啦，我们其实已经追查3年以上了。合作社表示，这个事件已经对因的生意影响2成到3成，出面来澄清，嘛是希望让社会了解代志完整的经过。所来除了配合检调单位的调查以外，佫会将因食品检验的相关结果放伫列册顶面，希望让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这个高雄市武东一个原住民议员范吉钦，那像是牵涉到甲地内工程收乌西，所以昨互检调人员甲约谈，讯后是认定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等，而且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必要，所以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总集顺追踪山区建设的进度，高雄市武东一个原住民议员范吉钦起诉乌西，找了去桥头地检署约谈，因为伊捌是原地高雄县上少年，嘛是头一个原住民族的校长，佮捌做过高雄市原民会主委。消息传出来，大家拢错一条。我也是6点多接到消息，就是问了家里人之后，他们也一无所悉。
那我早上也问了，就是不知道，就很突然，所以大家都一无所悉。江北国母小妹立委吴丽华表示，完全唔知影。根据检方的资料，范志钦疑似涉入原住民地方的工程，甲相关的工程业者罗链乌西。检调接到通报了后，就去敲催，而且约谈涉案人甲证人了后，认定范志钦涉案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罪嫌。高雄市议员涉嫌向工程设计公司、营造公司、土木公司索取贿赂，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范某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伫台下顶唱歌，范志钦积极参加原住民的活动，不过检方认定范志钦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甲必要，已经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桥头地院初7透早已经收件，煞尾会召开羁押庭，裁定是毋是要羁押。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把这海扫甲崩山湖列做法定的天然灾害。另外呢，佮指定这公务机关就爱找人来做这灾防长，负责防灾甲救灾的代志。那这个农业部甲内政部是中央灾害防救的这个主管机关，负责拍牌也佮有做决策。啊，脚不见了，脚掉了。马太安溪桥和大水冲断，附近的监控人员赶紧驶车离开。车子！土水也冲入去花莲光复乡的市区。去年花家山风台外围环流带着大雨，和花莲马太安溪的崩山湖溢流出来，造成19个人死亡。大家就特别讨论中央甲地方的权责要怎分。随着行政议会决定灾害防治法修正草案3大重点，崩山湖甲海啸拢列做法定天然灾害。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修法还有2个重点，专人负责的部分增加公务机关应该设灾防长，负责推测监督灾防业务；公所爱设防灾协作中心，将职工甲民间团体纳入体系。专职防灾是该由行政院指定专职机关统筹办理重大灾防任务，加速统筹应变加关键决策。地方灾防爱设专人，专责机关的定位还有专责机关的组成。它会有另外的法规，包括行政院组织法跟其他的法律来订定。送出的草案里面有关于专责机关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大部分我们会针对以应变这个角度为出发点。公务机关设灾防长，公所呢设灾害防灾协作的中心。那防灾中心也可以作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公所跟所有的社会团体的一个联系的枢纽。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草案上请立法院审议了，内政部会积极向调遐各党团充分的沟通说明，希望会当量早完成立法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呢，进前是废除无身份移民者逝世的公民权，互最高法院甲裁定违宪。但即马伊阁签署2项全新的行政命令啊！伊讲迄个美国生囝的人就是诈欺，嘛讲迄寡即个境外敌对势力，也是讲恐怖组织，甚至是外国政府代理者才会逝世呢，是袂当摕到美国的公民权的。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concerning birthright. 美国总统川普搁一届要来挑战出生公民权，找到伊签2项行政命令，想要伫咧宪法的限制之下来找出一条出路。You have one man came in with a family, said he had 56 children. Another one came in, they said they had 98 children. This was not what it was for. 最高法院伫今年6月用6票对3票裁定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所有伫美国出生的人自一出世到美国国籍，等于是拍清美国总统川普进前的禁令。不过，即马白宫就决定要来甲政策了调整一下。这2项命令，头一项是将外国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成员，也搁有外国政府代理人的囡仔，拢排除在公民权之外。The second action that he's taking, which is especially historic, i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n American history to ban birth tourism. 第2项行政命令是直接把借旅游商务的名义入境台山的人定义做是入境诈欺，国务院甲国土安全部会全力打击代办业者，而且拒绝发签证。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pretending to be a visitor, saying they want to go to Disneyland, they want to go visit a monument or go to a national park, but the real reason they're here is
to have a child。啊，毋过民权团体就警告，这新的命令本质上嘛是违宪的，拍算要来赶紧提出告诉。所以，川普的新政策，若个上宪法法庭敢拼赢咧，国际拢紧紧看。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根据巴勒斯坦的统计，2023年开始的以哈战争呢，已经让超过73000人死亡啊。前几日啦，透过红十字会的协助，这民防机构也挖出迄当阵空袭死去的2大家族，拢总有112个人的遗体，伫咧加沙来举办大规模的集体丧礼。8月7日是迄天，112躯抗巴勒斯坦国旗的遗体，照排列伫咧加沙中部城市迪尔巴拉，数百个巴勒斯坦民众徛伫咧边仔为因送别。这个遗体是2023年11月2日以色列空袭的罹难者，而且大多数拢是当地2大家族的成员。这当中包括40个囡仔、40个妇人人，也有7个心脏人士。من هذا المكان من هذه الجنازة التاريخية نقول للعالم يجب أن تدركوا خطورة هذه القضية يجب أن تدركوا خطورة هذه المعاناة التي يعيشها أبناء شعب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加沙民防机构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用每2礼拜的时间，136点钟，亲手把这个遗体对土石当中挖出来。这场以色列每3天前的空袭行动，造成2个家族308个人死亡。迄当阵，敢若挖到40具遗体，其他的拢犹阁待调咧。挖落来的家族成员表示，这个家族已经有7个分支伫咧户籍，互人归户除名，迄尾登去。另外，也阁有3个分支，敢若剩1个人挖落来。هذه جنازة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لأ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كله ضحية كل الناس يعني تحت الأنقاض يعني لا حاربوا ولا حملوا سلاح ولا حملوا شيء。到8月7日统计，加沙地区伫以哈冲突当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73000人，也阁有真侪遗体互人待伫咧土石堆下底，所以实际数字凭这犹阁较侪。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底宣布，哈马斯甲加沙境内所有武装的团体已经同意一项完全解除武装的历史性协议，同意分阶段交出重型的武器，而且甲地道防护派。也毋过前提是以色列必须爱先对加沙撤军。以色列已经拒绝哈马斯的条件，原底敢若卡达、埃及甲土耳其3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伫咧加沙的侵犯甲军事行动，到7日已经增加到8个国家。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倒来看咱国内这行政院园区内早起是安尼大熄电，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大体讲是这内部的设备异常，也毋过拄好这时间点，就是汉光演习的期间。那赢立委王宏维，伊是即期这能源论性呢，根本都无看到效果。也那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伊是认为讲这是单一的事件，无需要因为安尼就去怪能源政策。走廊规片暗扫扫，行政院园区初市一透早发生强电故障，因为天气是热翕翕，真侪人走到门卡口来等待。台电的车就伫咧行政院外口，人员到现场赶紧来抢修。台电讲，行政院是伫咧早起7点34分熄电，现场确认是内部的设备有故障。啊，若8点34分电就拢已经来啊。今年汉光演习初5登场，城镇轮性演习嘛做伙来展开。行政院雄雄熄电，互哪位的质疑城镇的轮性变做是咧画口号。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如果行政院自己停电，然后第一时间备用电源没有办法及时供应上，这已经显示我们所谓的城镇韧性已经有很大的破洞了。只要碰到用电的问题，我想蓝白都会无限上纲到缺电，都会无限上纲到能源政策，都把它来作为政治的攻击。专家分析，行政院是国家上悬行政决策的所在，熄电除了冲击日常的行政作业，嘛有可能会甲各部会之间的沟通出现空隙。若是相关的备案机制无稳定，佮拄到一寡重大命令要来发布，恐惊就会错失先机。电力跟资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直管的界面啊，你没有这些东西通联，你很难去做后续的处置，不管是通联啊，或者是一些甚至于是一些命令的这个下达，这些都必须要纳入备援的机制。专家呼吁一寡重要的相关单位甲机关，毋但要有电力有备的资源，包括资通讯等等环的甲直的联络机制，拢要有即时应变的措施，才袂互敌军会使软空软碰偷偷啊攻击咱。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风台北海低呢，即马当咧挖进台湾，气象署是预计下晡2点半要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六礼拜就是上届挖进台湾北部的时阵，敢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这是爱搁观察的。上届重要的就是讲，这拜六礼拜2天，都要特别注意这北部地区落大雨的情形。松山机场国际线透早就飞起日本的航班延误，风台北海低豆挖近，各界拢提高警觉。气象署观察，初7透早8点，北海低伫咧台北东北东方770公里的海面，继续瓦西并伫咧山顶动。气象署嘛有可能伫咧下晡2点发布海警。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如气象署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其实暴风圈很接近北部沿海陆地啊，所以台风中心距离北部沿海陆地大概是300公里左右，但是那个真的暴风圈离北部沿海陆地还蛮近的。气象署观察，风台北海低会伫咧今仔日继续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拜六礼拜2天就是上瓦近的时间，暴风圈非常瓦近北部的地区，一直到后礼拜开始，风台才会豆豆刷去中国，对台湾的影响才会豆豆减弱。也若暴风圈是毋是有可能接触陆地，可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气象署分析，需要密切关心风台路径是毋是有较瓦南平。离岛马祖拜六暗时到礼拜透早。发布几率较悬，基隆地区是迁徙的这个几率是最大的主要的降雨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会是因为台风本身的外围环流，那影响的区域会以中部以北地区，特别是在山区，甚至于到8月12号。环境的西南风被引入气象署嘛提醒，拜六礼拜2天，东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大雨还是大水雨，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会有片大水雨搁较大的降雨，是袂使看轻质。另外，航港局嘛通报，初7福冈绿岛、马祖13通航线等等有一寡航班拢停航，基隆马祖、兰屿地区、绿岛、成功航线全部拢停航，一直到初8，基隆马祖东部地区甲马祖13通航线全部停航。新武、中营等等的航空公司嘛，针对飞去奥克纳外的航班有延前的调整，旅客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台湾东部的风影已经开始变强啊，外海也来出现6.5公尺悬的海影。嘛，因为这影呢一直安尼拍起来，所以真侪大这排水沟啊，拢互沙甲塌掉咧，水引入这个田园。根据这风台的动态呢，下晡就会来发布海上警报，所以台东来回火烧岛的客船，今仔日早起已经载2000多人登来到本岛，因那离岛的民生物资也赶紧用客船甲因送过去。一阵大影拍伫台东富冈渔港的波环，海波清真悬。气象署监测到成功外海出现6.5公尺的悬影，离岛客轮业者早起赶紧接驶来回离岛八邦班次，将2000多名游客载登来本岛。不少游客原地安算礼拜才要登来，无场地煞拄到风台，只好提早结束。离岛的民生物资嘛，利用早起的船班运补。因为船就是提早要关，然后就是没办法过来，所以我们就先提早回来了。还好啦，开去垦丁啦。因为北海底风台接近，台东市区沿海嘛出现一阵的大影，强影甲海沙冲入来，甲市区的大排水沟出海口拢塌掉咧，流袂出去，搁溢流。强拄强，即马搁是第2期鱼仔灌溉用水的高峰期，发生排水溢流，几区鱼仔拢插好啊，所饮水搁流入附近的邻家厝。这里的土堆它延伸太过去，造成那个水流没有办法流出啊。来到下水袂死啦，你若讲过来就会死。那依照这段时间，我们用疏导的方式，那会等台风过去之后再把水面挖开。官府表示，目前会先请农水署台东处甲灌溉水闸门早起来降低排水倒移的灾情，嘛呼吁民众风影哪来哪强，暂时是先莫挖去海边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既然头城镇民代表会呢是来通过普发现金3000块的预算，也毋过在过程当中呢，代表尤实在伊是真反对，伊认为讲这影响到新设的幼儿园，也佮有灵骨塔等等的建设。那镇公所是表示讲，目前这经费还佮有够，未有这款的问题，预计上紧10月就会当发放。3000块现金找到进前，只要细少伫头城，就领会到。头城镇民代表会审议通过，镇公所对改8400万，普发现金3000块预算，毋过有代表反对。今仔日如果讲咱该做这媒体拢做好啊，大骨塔嘛起好啊，叫好因代表会你过两遍啊，你嘛拢完成啊。
卖讲3000啊，5000我嘛赞同规划。有识者要求要伫会议记录当中签名反对这条预算，伊认为破发现金的预算来源是因为公所调工唔执行真侪年前就规划好的新设的灵骨塔、佮幼稚园等等的建设预算，钱才有剩，根本是占建设的预算来发现金，而且今年是选举年，安尼做无妥当。所以讲代表担心着讲是毋是会去影响到这个排挤到其他预算，我想直接来大家报告吼，完全无可能。不过会议当中有代表认为预算来源无违法，破发现金就无问题。这条追加预算落尾也是伫代表会审议通过，电工所是强调钱库量上，破发现金完全未占到建设的预算，而且拢是去年存的钱。有对咱百姓有照顾啊，有帮助有照顾，安尼百姓就生活较好过。买来食，买来食，还是做迄个公益事件的，让做公益。民众对破发现金是真欢喜，电工所表示，破发现金是因应最近关税冲击、各路市场衰退，也个地方产业发展的挑战，希望当振兴民间的消费、甲地方的经济，带动观光、甲在地产业的发展，按算上紧10月就会发钱。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对108年开始呢，是来推动掠青豆丁的计划，这数量是一档平一档还阁较侪。农业处是讲，今年到7月底已经掠到9万多只，这民间呢是掠上介侪，有占70%左右。要若上高掠的人，就会当领到正百万的奖金。知道了。拉人老祖画上阵青豆丁味的位，用胶片甲主题鱼标写出去，写到的青豆丁就用李如九回来交给太太北。屏东县最近公布今年掠到的青豆丁数量，到7月底为止，全县已经掠到9万868只，其中排头名的都是老祖画翁仔某，一个负责掠，一个负责后勤的职员，大细只加起来拢总掠到5648只，翁仔某共心已经领走正百万的奖金。在抓的话，你要东看西看，一定要看住。要走一步，你要看地上有没有死，然后再看上面有没有。因为我们绿叶溪大部分都晚上都在树上，在树上休闲，对。晚上的话，像这一阵子就是小的复发出来了，正面拍完然后拍腹部，稳刚长多少。老祖话讲，掠到的青豆丁把口洗了后，关杨春桥翕相传互主管机关去查缉。身长30公分以上的一只300，无够30公分的一只50。伊逐工掠，敢若落雨天才有休困。要摕这个冠军，真是无轻松。那屏东县农业处是学老讲，民间拿人是因掠青豆丁的主要战略。对108年起，屏东掠到的青豆丁数量，逐年拢是全国冠军。去年一年掠13万多只，今年有机会破纪录。所以移除绿鬣蜥的猎人总共是有657位。那经统计呢，其中实际有加入移除工作的大概是有90位，那已经领走了大概850万元的礼券。最近有民众伫国道3区南部路段撞到青豆丁，害车辆汹汹急动，实在真危险。民众质疑青豆丁敢拖甲这严重？那老祖话是讲，青豆丁除了生拖，一直有水的所在，有时嘛走去车路，出现伫高速公路，虽然较罕快，不过真正无奇怪。记者柯明哲柯家柯小用屏东场报道。汉光演习呢，今仔日是第3天，也那昨暗咱国军呢是头一届针对着淡江大桥来实施防桥的演练。干道指挥部这的部队呢是出现伫淡水河边，阮把驾车就地来演练野战加油，确保因的作战能力。另外，伫桃园机场是来演练这敌军降落，咱军去到遐搭这个主动的设施，这嘛是 M1A2T 战车头一届进入机场。原底是车得过桥，放进侪挡路设施。国军针对今年通车启用的淡江大桥，防止战争的时阵，互强军夺取。找到暗时头一摆封桥，演练桥挡路的设施，出动吊车等等机具，佮动员新北后备辅导干部，用爆战角、更尖位结合抓白型铁丝网仔，加上艾斯科防爆墙，设3道防线，伫咧桥面做一个有200公尺的挡路的阵地。M3 铺门桥车落去水底，这边淡水河道挡路的任务，河顶头拢是渔网仔、油桶、更尖位，拢总3道防护网。伫咧战争的阶段，会当用泵的挡强军走入来，甲因不好乱。防范共军从淡水河口登陆了，国军有别于过去，今年前推了主角设置，从淡江大桥一路延伸到淡水河道，要阻挡共军的突击艇、气垫船对首都的政经中枢发动突袭。
负责保卫台北的关岛指挥部，伫咧汉光演习期间，部队进驻战术位置，这批淡水河的防卫，分8架车嘛伫咧淡水河附近警戒，而且搁纳入总方的设定，提升操演的强度。公司新闻独家直击陆军的部队现踪淡水的渔人码头周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油罐车正准备的帮云豹甲车进行野战加油，让甲车不用返回基地整补，确保持续作战能力。陆军也在丹江大桥周边进行野战的补给，就是一个分散式补给的概念，所以有油罐车在现场可以云豹甲车进行热加油，那也是总体防卫中的一个作战部分。桃园机场无机敌军空降，陆军部队结合民间的力量，设挡路设施，拿分8架车支援机场的防护。陆军上强的战车 M1A2T 嘛头一摆伫咧机场进驻，无机对空射击。另外，离岛防卫嘛是演习的严重重点。国军去离岛南输了后，南部的兵力嘛去小琉球布局，部队头一摆去小琉球进驻，验证跨海的机动能力。官兵嘛操作无人机，运用小琉球的战略位置，监控海峡、空域等等状况，掌握敌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是安基地，这使用中联问题由20%以下爱落价这个标准的决议呢，是引起外界的议论。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强调讲，安尼决策是根据着专家会议记录，也阁有科学的讨论了后所做的决定。而且伊是呼吁这台中市府嘛，应该着爱完整来公开7月初3的会议的内容。因为这中联公司申请复工，台中市府是认为讲这中联呢并无理清原因，也无通有效来阻挡这个系统的疏失，所以驳回申请。因应中联地监油的风波，卫福部进行完整公开7月初4专家会议记录。这场会议了后，政府决议使用问题油比率若比20%较低业者，毋免甲产品落价，而且中联公司高层专程列席，引发外界议论。对此，参加会议的专家之一，台大教授苏南仪是讲到长江的情形，表示专家先开会，认为有必要互中联来报告，才互中联的代表立场说明。不过会议当中无当场决定20%敢要落价，最后有关是由政府决定。署长他还要去跟部长报告，所以其实都没有做成任何的决议了。卫福部长赵宗良初7出席活动的时强调，20%落价标准是根据专家会议记录、科学讨论了后的决定。要若全面性无论高到偌济拢落价，这是政治决定。伊也发声，台中市府应该完整公开7月初3专家会议的内容。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关注我，比关注全国2300万民众的食安还更多哈。不过我还是衷心的建议总统那迅速的带领我们的国家团队，赶快把我们现在沙拉油里面的苯甜比致癌油的问题可以解决。中联油脂沙拉油防验出低甘物苯甜比超过标准，互台中市府发累积新台票600万，并且下令停工，到当已经1个月过。传出中联公司伫7月31日提出复工的申请，加改善的内容接连杀获黄豆的原料。不过台中市府认为中联无理清风扇失控真正的原因，也无提出复工了后安怎有效解决人为甲系统空碰等等3大关键问题，所以甲申请驳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民进党议员是表示，这牵涉到虐待囡仔的幼儿园，因这个集团下底的托婴中心呢，那像是互囡仔食过期的食物，批评台北市府这处理的态度无够积极。那市长周万安伊是表示讲，这社会局过去半冬以来呢，已经来查过4届拢无查到过期的食材。那总有业者互人废牌照了后呢，改名阁想要立案，安尼拢会甲挡发。来接下这个礼物，我们前面穿背心的大哥哥。除了来甲礼物送予参加市府亲子日的小朋友，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员工的囡仔做伙来佚佗，嘛甲国局处的家属来翕相。毋过最近台北市私立幼稚园苦毒囡仔案件继续咧滚价，虽然出代志的分校设立的许可去用废止也毋过集团下骹托婴中心阁去用亚康讲，好亲像是摕过期的物件去互囡仔食，互民进党议员批评市府放外。
这就是夏利斯集团给孩子吃的。我们可以看到有黑色的蔬菜，他们发生问题总是会轻轻放下，他们总是知道台北市政府相关单位何时会到他们园去稽查，所以他们违法违规的事情都可以事先的准备好，不被检查到。不过，车达社会局到现场稽查的时阵，无发现过期的食物。那干事辈就讲，虽然市府讲这是无张地的稽查，也不过集团的负责人已经在现场咧等待，质疑市府的暗号。在议员临时要求之下前往现场，也没有看到任何过期食品的存在，也绝非如议员所言，我们有临时通知负责人到现场。我们过去半年就有4次无预警的稽查，远高于中央法规的规定。我们都有检核的机制，也一定留有记录会追踪，所以一旦发现有这样的情势，就是重罚。我们是希望市政府能够多做预防的事，而不是说每次都是事情发生了，然后说处罚了事。那这样的话，家长还是不能够安心。民进党列出台北市真最近发生酷毒囡仔案件的集团式经营的幼稚园向废止了后改名搁立案，对这件代志教育局驳回，讲大部分是现有的组织换其他业者来接手，嘛强调讲只要幼稚园发生任何违法的代志，市府一定会照法律严格来追究。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肉品市场呢，使用到今已经要40天的时间啊，这设备是真旧啊，佮加上甲屏东健康产业分区是敢若隔一条路尔，所以5当前有议员就建议讲应该就爱刷所在，也毋过其实这用地呢是真歹摕到。但即马在园区内底的屏东医大病院呢是预计9月底就要开始营运。即马这个肉品市场到底要刷去倒位是还无进度的，所以县政府呢因是表示讲，目前有来委托这专业团队伫咧县来评估地点，希望今年底就会当有结果。对过机载房仔无用咧施工，工地人员赶进度。屏东医大病院要起好啊，29月底就要启用。这个所在嘛是未来屏东健康产业园区的范围。不过外界认为，医疗园区边仔就是肉品市场，敢若无介理想。有县议员伫5年前就建议肉品市场爱刷所在，不过到今拢无进一步的消息。选址的部分也要涉及到所谓的交通便利，然后人口密集，还有我们的环境敏感区位的部分哈，所以选址上可能会比较困难。那我们也积极在评估选址当中。屏东县肉品市场，逐工拢有猪仔拍卖和台猪作业，占地大约4公顷。每年交易量33万只猪，产值超过38亿。但是肉品市场的环境较无理想，猪仔拢较有臭味，造成县府选址有一定的困难度。县议员表示，若有适合的地点，会到协助沟通，希望赶紧找到好的所在。医院准备要启用了哈，其实有这样子一个肉品的一个设施在旁边啊，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困扰啦。有曾经努力过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去帮忙去协调、去沟通的。那我希望县政府这边还是可以再来努力一下。面对医大病院特别启用，肉品市场搬线一直无法度定案。屏东县政府表示，今年4月已经委托专业团队伫县内继续评估适合的地点，希望今年底进前完成选址作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有真侪环保团体是指讲，即马站文溪自来水质水量保护区呢是有可能推动改变。若准安尼放任管制，安尼就会引入污染性的开发，恐惊是会冲击到这个环境甲用水的。也若水利署是回应讲，这个工程呢甲改变是无关系的。台水也来补充讲，现阶段无申请改变的计划。守护中文心，反对解编。真侪环保团体大声喊口号，反对甲站文溪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甲改变，就惊讲管制若甲放任，会引进污染性的开发，对环境甲民生用水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解编完以后，会有什么东西来进驻？大饭店啊、游乐区啊、高尔夫球场，甚至我们的垃圾掩埋场，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哦，人口比较稀少。就上来了。我一方面要保护水资源，然后要划设保护区，那却又要解编。这样的解编之后，会不会造成中游、下游产业，甚至是整个生态的改变？环团的烦恼是因为2018年的精简计划，行政院核定28亿，要来改善台南山顶净水场的供水系统，也个按工业引水的专门管线提供予南科来用水。即马看到工业的专门管线就要来完工啊！
专门替自来水的保护区说出现改变的声音，嘛，互环团质疑精尖计划是为着改变要来铺路，强烈反对将管制放零。其实它跟前瞻计划这个计划是没有挂钩的，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它要解编，它有个法令程序，绝对不是今天说没有，明天就可以解编，没有这回事。目前现阶段是没有要申请，以后会申请吗？目前是不会申请解编的。水利署回应这项精尖计划工程甲水源保护区改编无任何的关系。台水公司补充讲，现阶段未来申请改编。那台南市府是无表达立场，干那讲这毋是因管的代志。另外，南科管理局是表示，只要水质有合格，会尊重相关单位的调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84栋历史的新德市消防博物馆，这是目前全台湾保存上界完整的消防建筑。经过5栋外修复，今仔日已经正式重新对外来开放，而且这内底呢，嘛有设防灾的体验，来建立民众的防灾知识。用手大力个摇，就发出警报声。这台是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水灵车，过去捌用过这台古董水灵车拍火消防队员，讲到过去拢是回忆。出勤的第一辆车都是由这一台来出勤，那由指挥官驾驶，那指挥官安坐这边，另外2侧各要有一个苗子手一个负责帮忙摇蜂鸣器。那后面还要有2位为苗子手，一个敲警钟。新德市消防博物馆是1942年起的，到今已经有84年的历史。过去捌是大新德地区相关的建筑物，经过5栋外的修复，拜5重新开放。建筑师表示，因为建物的未少建材，目前市面上已经拢找无，然后修复过程拄到未少困难。它的瓷砖非常特别，是那个布纹砖。布纹砖现在已经没有生产了，包括一些比较旧的材料，我们都要去把它仿做，然后再做回去，按照古迹的工法做回去。早期这个是新竹最高的一个建筑，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6楼顶的钟楼的部分，以前都是我们在那边是一个守望相助值班的一个地点。那因为这个早期是最高的一个地点，所以那边有值班的人员，他一看到哪边有火或是烟，我们就会指派消防车前往。消防博物馆除了展示过去的消防设施以外，伫内底也有地动、烧火、防护这的体验施设，让民众会当咧参观历史文物的时，会当加强防灾的知识。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另外一个是宜兰县的县定古迹头城镇的13行，对1816年保存到今，今麦呢，这个所有权人伊是提出想要开餐厅的计划，也毋过另外一个所有权人伊是惊讲会去影响到这个古迹的消防安全。文化局这号部分呢是回应讲，因为这所有权人呢要未提出应用的计划，所以暂时无要互通过。行伫宜兰头城的旧街会当看到这栋典雅的建物，这是宜兰的县定古迹头城镇13行，自1816年到今见证地方的开发史。13行在清朝时期是对外贸易的航道，拢总有13间。即马村河边街140号到142号保存较完整。为着古迹活化，有所有权人提出要做餐厅的经营计划，得出来参宜兰县文化局开审查会议。不过，另外有所有权人有无共意见，呼吁政府要尊重古迹文史，应当规划基本用途。餐厅其实用这个它不得不用明火啦，讲实在。你要全部的人都吃沙西米，这个其实是有困难的啦，所以咱就莫去卡到这个法律啦，尽量把这间厝特有的一个特色给做出来，是较拄好嘿。部分所有权人康保持认为，古迹爱整体规划，应当爱全部所有权人同齐参详，袂当以产权分割就来决定未来要做啥。那宜兰县文化局是回应讲，因为2户产权分割真清楚，所有权人有权利针对家己的部分提出营运计划，不过因为也无依法提出营运计划，所以计划是暂时无通过。建物跟土地产权，事实上就我们所知是已经很完整的切割成2户的部分了哈。
我尊重另外一户他对于古迹的一个期待，还有一个意见陈述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最好的状况就是两个产权人能够达成共识，但我们也依法必须保障这个古迹它本身的一个完整，还有使用者的安全。文化局表示，若只未来拍算要开餐厅，所有权人都要提出因应计划，就要家己找专家来评估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甲无障碍设施等等，嘛要确保古迹会当维持原貌袂受损。有因应计划才会当送到文化局审查，文化局嘛会找文资专家来开会。记者卢尚如、郑俊尧、林铁宏宜兰报道。中正纪念堂对8月开始有一个号做是自由花蕊的展览，是来展出台湾民主自由发展的过程。主办单位也提供包括台语等等8种语言的导览，让无工作群的人拢会当来了解台湾的民主故事。我的原罪后摆会分明，水田唔通卖。民众透过耳机听到的台语导览，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郭一生遗书的内容。中正纪念堂目前正在举办自由花蕊的展览，展出台湾对威权时代到今人民安怎用行动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过程。就以前的社会历史课本都没有讲这么细，就只有知道我们曾经有什么戒严，然后动员戡乱时期，白色恐怖就是它就像是一个章节，就这样就带过去了。这届展览透过所谓互动的装置，甲大量的文物，让观众有真正实的感受。除了呈现郑南榕先生自焚的所在，更有国民政府透过禁歌、禁册，限制台湾人民言论甲思想自由的迄种压迫。应该就个人的威权体制、强人政治、强人政治之下，伊的标准就是无标准。啊，伫这责任的中间，当然你老百姓就无迄个言论自由。啊，包括人身的自由，啊，像你讲啊，推行北京语来压制这个台湾话啦客家语啊，各原住民族的语言主办单位表示，自由那亲像花蕊，足水、足珍贵，也足脆弱，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因为中正纪念堂的观光客真济，所以也提供包括日语、韩语、台语、客语等等8种语言的导览。外国人来嘉巡，就是讲咱国的威权时代，即马咱的语道内底有台语，嘛是要互咱讲台语的族群，佮咱家己人会使用台语来了解咱家己的历史。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展览会当提醒大家，袂当把遮的民主先辈放袂记，嘛希望伫中正纪念堂这个伫威权时代起的建筑内底，互各界认捌台湾民主自由的历史。记者郭玉琪、王志光台北报道。今日下晡半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第13号风台挂为分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甲平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会有南山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